美国马兰代表上强 M1 A2 挑战车头一批38台运到湖口基地，未来拍摄的部署伫咱北部地区。南韩执政党党魁韩东勋表态支持弹劾，造成党内分裂，宣布请辞。不过，伊嘛强调并无后悔。巴西一只乌冠白灵狮红棍叫一卡塑胶杯缩掉咧，即马手术成功，顺利放登去大自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咱甲美国马代表上强、上有够力的 M1 A2 挑战车，头一批38台是已经运到新竹的湖口基地，掀开洪水部，献出庐山真面目。未来拍摄的固守着咱的北部地区，因咱即届是拢总买108台，规划明年会阁到42台，后一年阁再到28台。自拖帮车顶头驶来，就是互人讲是代表上强战车 M1 A2 挑战车。国军甲美国买108台 M1 A2 挑战车，第一批38台自台北港进化，分别载去新竹湖口的陆军装甲兵训练指挥部，按算分发到特军团的584装甲旅加269的机械化旅，强化北部的防卫战力。新型主力战车将依照敌情的威胁考量来进行部署，也规划纳入后续的演练科目，来验证主力战车的防卫作战效能。二浪30年了，国军再一遍接装新战车 M1 A2T 的 T 是代表台湾，是客制化车款，120公里口径的骨长炮，火力正强，核实的装甲防护力也正强，时速上近67公里，机动性正紧，会当提升地面的防卫作战，也个伫咧海岸边歼灭敌人的能力。按算伫明年会个再到42台，2026年到28台。他强调说各种他这个车上这些像热水器啊。一些测距系统啊等等啊，就让他这个可以在这个确保他在行进中能够第一集就完成这个命中敌人。拜登政府伫咧体位进前交付 M1 A2T， 台美军事合作正密切。不过 CNN 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对台湾的善意支持有转变。在大选期间，唔那是要求台湾爱支付更加侪保护费，也个讲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市场，和台美关系正歹有笑。的确是需要增加我们在国防上面的一个投资哈，但是我们应该也要透过有效的沟通哦，让我们理念相近的伙伴也能够理解到我们这个有决心。学者认为无法度预期台湾伫咧川普第2任期内的国家安全也是国家危险，不过提高国防投资，唔那是巩固台美的关系，也是展现对抗威权主义的决心。面对川普对台湾态度的转变，学者强调，咱唔免悲观，支持台湾是美国多数的民意，不过爱注意甲川普政府伫咧交涉时阵爱国家谨慎。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双城论坛是明仔载就要开办，上海市的副市长花园中道是率团到位，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是亲身去接机。正前刘委会拒绝上海台湾主任甲中国媒体来参加，刘委会是强调讲是上海台办因无愿意来甲咱沟通，咱政府也将来未去打压各界人士。这两岸会出暖花开吗？面对媒体发声，低调无回应。上海市副市长华源再拉带团来到台北，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亲自到上城机场接机。警方加强附近惠安机场外口设有意见表达区，要互支持也是抗议民众表达意见。台湾公告，一边一告。独派团体台湾国伫天空区发声，批评双城论坛有害无利，应该随停办。引起行动人士不满，走到天空区头前大声骂，现场警方随将人带走。为什么要捣蛋？为什么要捣蛋？法官等人行出上山机场，无回应抗议活动，赶紧上车离开。上海团先到大的金华酒店，法官随后就展开来台第一行程，参访公主坡园区。两个人爱出第一随后，一家人就参访公主园区的福建中心、护国中心加亲子馆。我们上次到上海的时候，也特别的针对这些设施，然后也参观跟了解，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交流上，我想是大家互相的一个学习。
双向论坛17日正式登场，也毋过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甲记者团无法度来台，引起质疑。政府限制两岸交流，封杀新闻自由。也毋过陆委会回应，中共所有媒体拢是党的宣传单位，无涉及新闻自由。台办主任来台是上海台办记者甲陆委会甲海基会沟通，政府也毋捌对各界人士查水表。到伫上海团来台时，国军正约24点钟内5架自强机6只强舰，伫台海市抗疫活动，半暝还佫出现一条空飘气球。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只石油船，今年有2届伫台北港拢互查到有咧偷排有毒的气体，甚至佫有致癌的风险。检方是针对船长也佫有大副提出原起诉处分，交条件就是要交1300万来咱的公库。防护衫穿甲正潮，做了几落顶的保护，增加去哩船顶检查，会遮尔顺利，是因为这台外籍船涉嫌放有毒的物质。经过看机关联手调查，伫这么专案侦查结束，印尼籍的船长甲大副涉嫌犯过节放毒物污染空气罪嫌，检方直接以反起诉处分，条件是2个人总共要向国库支付1300万。原审酌该船已要求完成缺失改善，以减少公污，即经航港主管机关完成复查，附经参酌刑法第57条所列事项及公共利益之维护，任以还起诉为适当。这台液化石油船载是律师，属于加压的气体。警方调查2个人的不当操作，无注意设计设备故障的情形，今年至少就发生过2遍。伫台北港落雨时阵，律师无完全入去组内面，有一寡流到空气内面，造成环境被污染。年初普查的时候就发现说，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一路就追踪到大概8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做污染的采样。那采样的过程中就发现说，这个外籍船只它自己本身可能会有这个VCM 的泄漏的情形。氯烯它确实在欧盟的分类，它是属于一个确定致癌物，所以它被我们做一个管制。在台湾其实就是在塑胶产业上还蛮常使用的，确实它到空气里面来，对于身体的危害会有这个疑虑。律师走去外口，不但是产生空气污染，这种化学物质也佫互官方列做第2类的毒性化学物质，也是致癌物质的第1级。若是民众长期使用，对人体也可能出现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日国内重点消息，大陆冷气团影响合欢山、玉山、南怀、嘉明湖，今是拢有落雪。嘛提示要去哩山顶看雪民众，随时注意交通状况，注意安全。既然东山瓜林道最近有为一条白线，在围伫路中，民众拢感觉真奇怪，讲若驶过修超过，就会去用罚。这官府是表示讲，这条白线是维护脚踏车道的，也未完成，会赶紧来检讨。网络平台 Fans17违法提供未成年的性影片，恐惊有900人受害，包括现职长官、网络名人拢牵涉在内，包括网络公司的董事长、董事、员工等6个人，目前是拢总羁押，要扩大调查。继续来看温室瓜的这戒严风波，南韩国会是发动第2届弹劾，这届是因为有执政党魁韩东勋的助力，执政党有12个人投票来支持，最后是弹劾过关。南韩总统温室瓜就要马上来停职，不过嘛，因为这届韩东勋的公开策动弹劾过关，嘛造成执政党的党内分裂，最高委员会5个代表是集体来请辞。韩东勋今嘛公开宣布讲，因为无才调，搁在推动党内事务，对不起所有支持者，所以要辞掉党主席的职务。嘛强调讲，伊一切拢是为着南韩的民主百姓来设想，支持弹劾，伊并无后悔。今日会议室向记者鞠躬，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魁韩东勋宣布请辞党魁职务。 국민의힘 당대표직을 내려놓습니다. 최고위원들의 사퇴로 최고위가 붕괴되어 더 이상 당대표로서의 정상적인 임무 수행이 불가능해졌습니다. 韩国国会则是用204张赞成票通过弹劾总统尹锡悦。韩东勋因为表态必须通过弹劾案，和执政党议员至少12人投赞成票，嫌国党内经济机关无赞成伊表态，造成党内严重分裂，会无法度进行党务请辞。嫌国伊强调无后悔支持弹劾。 저는 대통령에 대한 직무정지가 시급히 필요한 상황이었다고 판단했습니다. 그 과정에서
나라와 국민만 생각했다라는 말씀을 드립니다. 후회하지 않습니다. 因学单铁案通过后，韩国宪法法院第16启动审理程序，召开头一届法官会议，必须爱伫180天以内，明年6月中进前做出决定，是毋是维持单协。若是决定维持单协，因学会受到罢免。韩国必须爱伫接落来60天以内补选总统。另外，伫因学会涉嫌内乱罪加滥用职权罪方面，因学会15已经拒绝接受检方的传唤，检方预估16会个发出传票。警方甲反贪腐机构甲国防部的调查单位嘛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要求因学会伫18再起10点到案说明。暂时韩国国务由总理韩德洙代理总统，伊伫15甲美国总统拜登电话会谈，承诺韩国会稳定执行外交甲安全政策，甲稳定金融市场。上台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表示，未担协韩德洙，说提出由朝野政党共同组成国政协商机制，和国会党甲政府共同参与恢复国政的运作。部分韩国媒体报道，这是李在明搁一摆走向总统大位的头一步。韩德洙当期伫执政方面无分党派，延误执政党的党鞭，宽宪党用共同民主党伫单协案通过了后，关键焦点由推翻政府转做主导国政的运作是无妥当的做理由，拒绝李在明的提案。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继续来看南太平洋岛国斐济一间5星级饭店度假村，传出讲有7个外国游客伫咧酒吧啉酒了后出现落吐、会喘、胃寒、吐白泡，可能是酒精中毒的状况，全部拢是赶紧送病院来治疗。也因为无偌久之前，这寮国拄则发生有外国游客去食着假酒中毒死亡的案件，检方是特别重视，马上来进行调查。斐济旋罗海岸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当地时间14暗时，有4个澳洲籍、1个美国籍，也甲另外2个外国籍游客，拢总7个女性去出名的华威斐济度假村参加婚礼。因伫游泳池边的酒廊啉鸡尾酒了后，陆续出现胃甲吐的中毒症头，个人嘴目白烂、样形发作。另外1个人耳仔流血，7个人拢互人送医治疗。Yes, it's very difficult to take a call at 11 o'clock at night and your daughter and granddaughter are away and your daughter says that they've been poisoned and they're in hospital. It's your worst nightmare, really. 因为21月底有6个外国籍旅客伫东南亚寮国，好亲像啉到假酒中毒死亡，所以澳洲官员建议民众去斐济观光时阵，爱注意啉到假酒中毒的危险性。斐济的卫生官员是讲，因也唔知影破病的原因，即马判断是毋是牵涉到饮料中毒也伤早。If Australians are travelling, be very alert to the potential risks, in this case around drink spiking and alcohol poisoning. Don't leave your drinks unattended. Pay attention when your drinks are being mixed and get urgent medical help if you suspect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根据了解，除了外国旅客，另外也有至少1个当地人嘛，因为同款的事件住院。斐济检警随展开调查。澳洲外交部表示，有2个澳洲家庭当地接受自斐济领事馆的协助。纽西兰外交部表示，目前也无收到任何援助的请求。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叙利亚政府过去因为阿塞德政权独裁统治，掠走真侪异议分子，安罪落监。即卖政府去互反抗军来引导，嘛也出监所内底，凊彩就共清决真侪无人道的状况。有人权团体表示，到即卖也是有真侪人下落不明。穆罕默德今年53岁，也毋过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加操劳真多，喙齿也落真侪起。伊是土耳其人，2004年用靠上走私的罪名，伫叙利亚加加度过20年的时间。伊讲伫加加内底，常常无代无志互警察拍。Çok seksik abi, çok. Elbise yok, su yok, yemek yok. Tamamen köşeden böyle oturacak. Neler çektik, neler gördük. Yani yerin altında, 15. katın yerin altında, mezarın içinde kalk gel. 穆罕默德讲，加加超受犯人的情况真严重，20个人的加加房间却是关115到120人，加上这个环境真湿，食物也不足，真侪人伫加加内底互活活枵死。伊即阵真无简单，倒来厝甲亲人来团圆，不过想到也是感觉会惊。也来39岁贾奇是叙利亚本地人，伊讲家己从来无参加过任何政治的活动，也已经离开叙利亚真侪年啊。可是伫今年第站回国时阵，互查到手机内底有批评政府的信息，因此被掠入监。فدخلت انا اخذوا الاوراق تبعي اخذوا باسبوراتي فقال لي انت انسى انتك اسم انت اسمك 3006
شو اسمك ولك؟ قلت له 3006. شو اسمك ولك؟ 3006 سيدي. رد سألني شو اسمك ولك؟ 3006. سجل لي عجبيني 3006، سجل لي على ايدي 3006 وصوروني صورة هيك وصورة هيك وصورة هيك。阿塞德政府甲乱掠甲劫台民众当作统治的手段，专家估计叙利亚北有100件以上的家屋，可能有超过10万人受害。伫阿塞德政权倒台了后，这犯人才有机会甲外界讲家屋内底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不过，有人到即阵下落不明，像是北维发新社《华盛顿邮报》来提供文稿，2012年伫叙利亚被绑架的美国籍记者奥斯汀泰斯，虽然各界是全力来探听伊的下落，不过即阵也是无伊的消息。人权团体全球连接救援怀疑阿塞德可能超工甲伊藏起来，正做对美国谈判条件。救援人士已经发出几百万条简讯，希望动员各地民众力量，早日来发现这位失踪的记者。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伫咧美国东岸过去1个月以来，这天顶不时地看到真侪只无人机伫遐咧飞，甚至是影响到附近的机场甲飞行机起降。这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批评讲，这无人机安尼飞，敢讲袂去影响到美国的国防安全，要求拜登政府要紧出来讲互清楚。针对美国东岸最近1个月出现几多遍有人看到大型无人机的事件，造成真侪民众的惊吓，引起国安的疑虑。纽泽西州的共和党议员就公开呼吁，要把这款无人机拍落来。Bring them down over the ocean, over an area where there's no population. Bring them down and find out who's doing it. 美国候任总统川普也伫伊的社群媒体强调，美国政府所掌握的肯定是比大众公开还更加多，除非是讲出真相，那无就应该把这款无人机拍落来。川普内定的国安顾问瓦尔兹也批评拜登政府淡化无人机事件，让人看出美国空气安全出现大漏洞。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是再一遍保证讲，目前这款无人机对国安无造成威胁，也甲境外势力无关系。Any foreign involvement or criminal activity, we will communicate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ccordingly. Right now, we are not aware of any. 美国东岸的无人机事件，上早是伫今年11月就出现，一开始只是伫咧纽泽西州，尾仔就伫纽约州、康乃狄克、马里兰加宾州这块地区，拢有上百遍的目击事件。有一寡所在差不多逐工拢有人看到。有一寡一个瓦群敏感的军事设施，一个传播伫咧纽泽西州的高尼湖球场，更加造成纽约史都华国际机场直接关闭。这款无人机直径差不多是1公尺8，有一寡视角长度是到2公尺4，有一寡甚至是无声音，而且无亲像传统的无人机会散发热能，差不多拢无法度追踪，有的甚至会甲电梯关起来，闪避无线电波的侦测。You can see they're very large. They're not the size of a commercial airliner, but they're the size of a vehicle. Because if they get lower, they would get substantially bigger. And I can see that. I could tell. It's not a hobbyist. 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国防部一个国土安全部都已经开始进行调查。白宫进前强调，有真侪目击事件拢是一般的飞机。FBI 官员私底下也讲，有即款是民众反应过度，但是由议员强调，即款无人机有可能是来自俄国、中国、伊朗，甚至是北韩。但是美国国防部已经澄清讲，即款拢毋是军事用途的无人机。公视新闻金元庆编辑。伫咧巴西进前有一只乌冠白灵狮，因为颔棍扣一卡塑胶杯缩掉咧，引起皮肤炎，无再调食物件。网救起来了后，即卖已经手术成功，放回去大自然。环保团体嘛，呼吁民众爱注重环保，这塑胶杯唔通搁再乌白蛋。今日会记哩巴西里约这只原本阿妈棍卡着塑胶杯的乌冠白经络，经过2礼拜的折磨伊阿妈棍的障碍物总算消毒。当人拍开，伊只是丢一个刷落来就变是飞去，重新登去大自然。为伊当手术摕掉塑胶杯的，都是上早发现伊的生物学家。Após a gente ter resgatado, eu anestesiei, avaliei como que estava a lesão dela, vi que era uma lesão muito pequenininha, tá? Mais uma dermatite por contato mesmo do copo. Tinha uma outra perfuração pequenininha na base do pescoço, provavelmente decorrente a um peixe que ela deve ter tentado deglutir, não conseguiu por causa do copo e tentou
vomitar esse peixe novamente. Mas de resto, ela estava super bem. 裴瑞书表示，当伊顶礼拜5佮找到这只北京鹿的时，伊因为买到这物件已经有一寡消散，而且阿妈棍也佮互一尾吞没落去佮吐不出来鱼插着伤，好在再经过手术，摕出20公分长的塑胶杯仔，这只无细腻、食入塑胶粪扫的北京鹿，总算命保掉的。 Tá? E se Deus quiser, não encontre nenhum plástico ou copo pela frente dela. 这个案例也互利用塑胶粪扫换来的问题，佮引起关注。 E o que nós vimos aqui hoje, através dessa garça, nessas quase 2 semanas, é o quanto que esses animais são impactados com plástico, né? Com o descarte incorreto de produtos que escolhemos sem ter a mínima noção do que um pequeno copo de plástico pode ocasionar. 环保人士希望利用民众会记的教训，千万唔通互塑胶杯卡伫鸟仔脑后，危害野生动物的失控状况佮发生。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法国小姐因为对今年开始废掉24岁这年岁限制，所以这届2025法国小姐是34岁空服人员缔得hiệu冠，嘛创下上侪回得奖的纪录。另外一方面，这荷兰小姐的主办是宣布以后袂阁再办。 要转向做关心女性权益的一个平台。来自法属加勒比海马丁尼克岛的34岁空服员安吉丽克·安加尼·菲洛蓬，则是摕到法国小姐hiệu冠，争做历届年纪上大的参赛者。伊会当希望是因为今年规则改变，改到24岁的年龄限制。主办单位2年前也开放已经结婚、加做人母亲的女性参赛，标准日将多元开放。 安吉丽克摕到hiệu冠，除了会当得到法国小姐公司提供的1年份薪水，也会当得到巴黎一间公寓的使用权，加赞助商提供的各种礼物。不过，就伫本届法国小姐决赛进前，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是结束35年的历史。主办单位表示，这是甲时代同在进步的选择，未来会将选美活动转型做一个更加现代价值的平台，分享女性励志成功的故事，佮关注女性伫网络社群压力，甲无实际审美标准之下的挑战。 停办选美比赛决定部分来自最近几年发生的负面事件。去年变性人瑞奇科勒争做史上第1位跨性别荷兰小姐冠军，虽然赢得真侪呼声，不过也拄到大量受分批评，甚至死亡威胁。In my Instagram DM on daily now, I got those threats. It's like really heavy to read, but I can't put it off and just focus on the good things. I thought we were like really accepting so far in the Netherlands, but the hate comments show the other side of our society. 荷兰小姐选美总监翻译指出，虽然hiệu冠甲吊带已经无符合时代价值，也毋过女性互助的精神是永远的。新的平台会努力地脱离追求完美外形压力，争做女性展现真实自我、真实生活的所在。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